转化成那个绘本之后，就好像是特别的来纪念，然后来记录我们部落过去所在做的这些文化记忆的活动啊，甚至部落的神话故事啊，也展现出拉劳人部落它不一样的地方。那这2本绘本里面，当然它里面最深的文化意涵，就是取自于我们部落的小米的这样的一个耕作的历程当中的这一些记忆的文化，还有背后的这些生活的哲学。那海记这本也是从一个神话故事里面衍生而来的，这个背后里面彼此跟自然之间的守信守约，然后守护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绘本的出版，它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很希望说，我们部落的文化故事，可以通过绘本的一个媒介，可以跟学校的教学来做连结。那同时，我们现在也在进行募资的一个活动。那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绘本出版，它不会只停留在绘本，而是透过绘本，我们可以将这样子的故事走到更远的地方。故事一开始呢，有一个人说：“凉凉的风，小米，对不对？所以它上面已经画了哪一个看起来想睡觉？那你就要帮我当下小老师，或是部落的阿姨们啊，就会到头目家集合。